第55章，使徒領導教會。耶穌復活之後，同使徒相處咗40日，教導佢哋好多有關福音同教會嘅事。耶穌要佢哋將福音傳俾所有嘅人，同時話俾佢哋知，佢就快要離開佢哋，但係聖靈會嚟幫助佢哋。使徒睇住耶穌升天，入去雲彩之間。兩位着住白色衣服嘅天使話俾使徒聽，耶穌會有一日再喺天上面翻嚟。使徒喺呢個時候成為耶穌基督喺世上教會嘅領袖。彼得係會長，雅各同約翰係佢嘅支理。猶大已經死咗，所以只有11位使徒。天父叫佢哋揀選馬提亞擔任12使徒嘅成員。每一位使徒都有聖職嘅特別召喚。使徒同埋其他嘅門徒對主有信心，佢哋遵守佢嘅誡命，亦都彼此相愛。使徒持有聖職，亦擁有聖靈嘅力量，所以能夠做好多嘢。佢哋醫治病人，擔任傳教士，教導有關耶穌基督嘅事蹟同佢嘅福音。好多人相信使徒嘅說話，加入咗教會。教會嘅教友被稱為聖徒。